你我当俺的吃开，当俺们吃的不？你没嘛的个，刚包来干嘛的？别骂嘞，你我当俺吃开呢？别骂当俺，你我当俺吃开呢？这没有不想下路嘞，你这个人那么多那种，这没有不想下路嘞，什么？你我当俺吃开呢？什么？俺那么吵架那种，俺爱公那说的，你对了，把那个，俺爱公那种，这都没讲。哦，对嘛那种，是不是的？讲话少讲话吧，你我俺先刚刚吃开呢了，你俺先刚刚那么吃呢，不露露呢，不露露呢。不露脸嘛，现在。不露露的，哎，不露露的，你老老讲话你看你，这当我们家务，没那这你妈老开路，我老难路啦，没路啊，现在我老弟发动家里头嘞。我老难路，你路啊，我老难路啦，我老难啦。现在等那个到不中，好喇叭叫那种，好喇叭叫那种，我们到东我这，老不是原来到你了。好喇叭，老你都没有，没有人，我都是骗他，你也没有开路，老公啊，也能这样的，光我弄，也能这样的，我怎么叫你？我怎么叫的？啊，哭吧，我怎么叫你？上头我们叫的，也怎么叫？俺也能这样的。哭吧，你弄到哪样的了？怕的嘛，啥的你，俺不什么去路，你俺你爸的不想去到过，你俺为嘛的嘛你，哪摘开了的？你哪摘开了的？哭吧。哭嘛，怕的哪丢你的？怕的嘛喏，怕的嘛，你都没嘛的，别什么，为了那我再嘛哪吃开了的，你没的。你，哎呦，打你的，我老天来拿走了，你说阿哥不要有点，拿来了，你说你呀，真的，让我明白，让我明白，让我明白。你搞嘛呢？你搞嘛的？咋来着？让我，咱们是哪几个忙的嘞？别拉你，我都当不起来，你来小姐的，咋搞不着来搞？我阿公要来搞，让我。怎么着？哎呀妈的，你路不用啊？哎，路不用，爸爸阿公要来搞，我来搞你，你来搞你。